现场的来宾，请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比优马部落青年会的青年朋友们，要为我们带来今天音乐会的揭幕演出。他们将带来的是部落颂及勇士歌，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
来宾，请再次掌声，谢谢我们比优马部落青年会的朋友们为我们带来这么有力量的一个开场演出。那么，其实每次我介绍到我们排湾族的鼻笛的演出时，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因为排湾族的鼻笛它不仅仅是排湾族的重要乐器，不仅是他们的生活文化，更是我们台湾重要的表演艺术，也是我们非常珍贵的文化资产。同时，这个鼻笛它所拥有的复音音乐的乐器功能，更是世界上独特而少有的。这么样珍贵，怎么能够不骄傲呢？来宾说对吗？掌声再来一下。那么现在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艺生来上台。那么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第1届结业艺生郑伟宏，欢迎伟宏。孙汉业，欢迎汉业。介绍第2届结业艺生入门之加古拉夫，欢迎。第3届高志胜，欢迎。再来是第4届结业医生谢正南，还有我们接着来介绍有2位结业医生我们的明星跟提亚今天因为不客前来，不然应该是有7位哦。那目前习艺中医生，我们来欢迎的是郑养恩，来快，上来。对，接下来是孙汉业，孙汉娜下一个字哦。好，最后一位我们欢迎陈日安，欢迎日安，这是我们的鼻笛传承团队。那么我们也要来欢迎几位部落青年朋友上台，欢迎他们。这象征的正是传承延续，他们要为我们带来今天节目的第1首曲目，也是这个歌谣的演唱。Uni You 这首曲目呢，是一首青年男女合唱的歌曲。那通常是在休闲聚会的时候来唱。歌词当中描述一个人明明有喜欢的人，却没有表达出来。男孩子反而呢以此来博取女生的爱怜。这首歌谣反映了族人擅长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情感。我们一起掌声来欣赏这首歌谣。
曲目，给孩子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老师的表演，掌声再次献给老师。掌声鼓励。接下来是我们第一届的2位结业医生要带来演出。首先要演出的是郑伟鸿，由谢雪能老师作曲。伟鸿要吹奏的这首曲子《北大武爱恋比比曲》，掌声欢迎。
一份深深的敬意和感谢，特别是献给他的家人，还有谢水能老师。那么接下来要上台演出的是申汉业，我们汉业要演奏的这首曲子也是谢水能老师作曲，《爱恋鼻笛》第3部曲，再次掌声欢迎。
谢谢，谢谢汉燕。我们继续要来邀请比优马部落青年会的男女，青年男女们，他们要继续为我们带来的是部落青年男女采花生，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出场。这是一首有歌有舞的曲目，它是由男女对唱的歌谣，也可以搭配舞蹈。这是农忙娱乐时所抒发而来的。那这首曲子呢，不仅舞蹈能够带来欢乐，也可以疏解他们在工作上面的劳累。那这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来跳的一首舞曲。Que
部落这一群年轻朋友们，谢谢他们的演出。那么首先呢，要来登场的是我们第2届的结业医生入门兹贾普拉夫，他要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鲁利麦》。只是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吉他老师傅羽凡一起来做搭配，丰富整个曲子的一个内容，而且也更显得现代所以特别做了一点安排。我们掌声再次欢迎。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来邀请的是第3届结业医生高志胜，要为我们带来的鼻笛催奏曲。这首《手掌心》是由他自己自创作曲的。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手掌心》。
手掌心。继续要来邀请的是第4届结业一生谢正南，为我们带来同样是他的自创曲《何尼亚爱恋比迪曲》。谢谢阿南啊，透过阿南的笔底乐音，我们仿佛感受到他内心对笔底文化的一个丰富的情感。接下来我们要来邀请出今天全体的艺生。
以及我们比优马部落青年朋友们，要为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带来最后一首的歌谣演唱。我们要来欢迎他们演唱的这首是《伊拉呀伊拉》。这首曲子也是男女合唱的情歌啊，它的意喻是指对心上人的爱慕，鼓励年轻朋友们有爱要勇敢表达出来。我们再次掌声来欢迎他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谣。大家都说文化是根，文化也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是我们的 DNA。我们一起来祝福舞台上这些新一代的鼻笛传承人，让他们能够继续带着自己文化的热情，然后一路的走下去，一棒接一棒，让我们台湾族鼻笛文化能够永远流传下来，让我们能够在未来不管多久之后都能够继续感受这一份感动。今天我们所有的音乐会的内容在这里完整的呈现给大家，圆满顺利。在这边要再次感谢各位所有长官、贵宾，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用深深一鞠躬来